后来这个风台慢慢瓦近，气象署是伫咧透早5点半来发布到陆上的警报。垦丁南湾也是有民众落水去冲泳，海巡人员甲因请离开。若尊芳石这个景点已经插红旗啊，禁止落水。这个红茶溪渔港的游艇业者是白船啊来封台。另外，东流线有袂少的游客，一透早是抢坐船，要为小琉球等来台湾闪风台。海洋一波一波升起来，垦丁南湾也是有民众冒险去冲泳，海巡人员赶紧去甲口抗。现在的话还是以游行劝导为主。而且呢，在现在这里屏东的南湾可以看得到，风浪是明显比清晨还要大了一点点。海巡人员也放上头放上，民众才愿意离开。尊芳石风影同款镜头，海平已经插红旗，禁止民众落水。红茶溪这边，半暂停的观光业者谈天气要真好，一透早规个工作人员分工，将船拢绑好势。刚刚东流线这边，工作人员的动作真美丽，将一车一车物资运去的交通船，准备送到小琉球。这边送过啊！哦。会场的游客是赶大细包行李陆续落船。风台控制挖进台湾，伫早起5点多已经发布入境，不少游客一透早坐船赶回本岛避风台。因为他们说台风要来了，如果没有回来的话，要礼拜6才能回来。需要2个小时。那什么原因呢？因为是台风。对啊，就怕他说要停留到礼拜6，没办法。你们也来玩，那顺便要看看台风是还是？对，明天跟后天都全天停航，那礼拜6会视海况再决定这样子。今天客人当然一定会很少啊，因为过去可能就要关3天了。对，那回来会比较多一点。风台控制步步进兵，游客甲业者拢唔敢放松，做好万全的风台准备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